Hier kann ich ja drauf. Hä? Wir brauchen jetzt nicht.
دلون چه قادر کدی کی کرا قادر کدی قادر کدی کی کرا گانک نه ویز گان گانکرنا با کی گانک 我知道，到时候这 gördün mü Asım这看真呢今儿你这照 你让他坐着你的这边嘛，你让他坐着那边坐好了，我们停到那边去。你让他坐车。哎，把第二个的，拿着。能得了，那人能得那人。开不开了？哎，真的的，有，还是真的。你没关好，有时候就开不开了。继续。他叫什么？我也忘了。长假。长假。嗯。
长家刚才去把牛赶回来了。就是。这是什么牛嘛？小牛嘛？这些是小牛。小牛怎么会跑到那里去了嘛？清楚吗？里边太暗了。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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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笔。
你看周围山全部拍一遍。
不是这样用，笨蛋。哦。你这就成这。好不好看？你拍出照片来也可以好看的，真的。但是你要穿正装的，这个衣服不好看嘞。拍的好的话给你印出来，不好的话我给你印，好不好？这个绿，有的。这能爬。这把。小心他们两个摔下去啊！谁用了这也不对。小的那个小的当心一点。啥真是这样？不是，谁能干嘛的？谁？哦。俺没打上。没打。这里。没打。中。脚都你不冷吗？真的不冷。真的。前面站桥上那接着。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穿呢？这该介意的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穿这个？真的给挪，你忙着干了。嘿嘿嘿嘿嘿。ये रात रहे जैसे वो Mitan pati dan dulu tanya. Cukup aja. Ini. Tes beja. Dan dulu dia. Lapa tak? 你的三脚架的那个上面那个座，你放哪里了？那个小的三脚架。就是这个摄像机的。放的。我跟你说，在那。
你们看不出来，太暗了，森林里面。做完，把酥油和牛奶分开，然后就开始做，就是所说的奶酪，对不对？要把它煮，然后放在里面。刚做完，现在要清洁一下。我怎么看不出来？全是黑的，别的地方头发也是黑的。真是。一个灯就不行，一个灯肯定不行，一个灯不行啊，一个灯不行啊，要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最少2个。做的啊，这是加拿大的、新加坡的，看到吗？美国的，这几个？5个嘛。5个。还要看吗？我这个放好。찌찌만 간다. 大到你要给要。兄弟啊，等一会儿再拍吧，早晨。
kabul Prima ya. Hadi. 电池没了，电池明对。 Lu mangga